點解咁多家庭都好想搬入嚟 Marple 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為咗呢度嘅教育。Marple 區屬於 BC 省39學區，係全加拿大最具競爭力嘅地區之一。呢度嘅中小學多年嚟都係出類拔萃。最正嘅係呢度提供一條龍名校服務，由小學到大學都幫你諗好晒。由小學就有 David Lloyd George Elementary School 同 Sir William Osler Elementary School， 去到中學呢度就有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 Sir Winston Churchill Secondary School 同 Maggie Secondary School。Sir Winston Churchill Secondary School 唔單止有小班教學，呢度仲可以讀 IB 課程，而呢間學校更設有 ARC， 係專門為自閉學生而設。而39學區只有2間學校有 ARC， 佢係其中一間。而另一間 Maggie Secondary School 除咗學術成績優異之外，學校仲好注重音樂同藝術發展。讀完中學之後升大學都方便到極，呢度都鄰近全球頂尖大學 UBC 同埋 Langara College， 揸車15分鐘內就到，非常方便。所以住喺 Marple 唔單止係揀個地方住咁簡單，直情係幫仔女鋪好咗一條由小學直通大學嘅黃金大道。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一齊拆解關於房屋呢個熱門話題，想知多啲就唔好錯過啦。